大家好，我係 Iris， 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御龍山兩房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嚟參觀下。而家參觀個單位啦，打開門口，呢個呢係客廳嘅位置啦，擺放電視機、sofa。向前行呢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業主擺咗一個裝飾嘅鏡啦，同埋一個飾物櫃喺度嘅。咁我哋睇下露台嗰個景觀，就望向火車站嘅景觀呢，就尚算開揚。咁我哋睇一睇廚房嘅位置啦。睡房、附設有衣櫃。咁我哋睇一睇個洗手間、浴室嘅位置。